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家己台趁别来。古早伫送礼会送外的家，毋敢台的人，敢若会当拜托番仔斗台。毋过条件是别来啊爱送互番仔。即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万项代志着爱靠家己，较免互人揩油，也是互人好客气。即句俗语是伫比如，做生意若会当家己趁，着家己趁。可比讲，咱若知影有朋友也是亲情伫做生意，若有拄好嘛会合的时阵，当然着会互熟识的来趁。就像今仔日的俗语讲的，家己台趁别来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